我会记哩，我看到时阵是昨暗时的款哦，昨暗时就是看到讲有人掠包哦，迄、个哦，你看遮下底遮写，我甲画面放较大，遮这就是起诉，应该是起诉迄个张显耀啦，应该是起诉伊安尼，是起诉郭台铭啊。OK， 安尼，我无确定讲即个起诉书是起诉郭台铭还是起诉迄个张显耀啦，就是就是你看郭台铭伊伊个选总统嘛，对无？讲要甲迄个郭文哲甲马英九因遐的人要做伙要超选总统的候选人啊，想袂到讲伊竟然是安怎？伊讲伊愿意进一步望要签和平协议，要愿意做迄个伊中让即届啦，让几届安尼一个空安尼，迄内底就是习近平，习近平嘛，习近平伊个名嘛，彻底解决和平解决台海问题，互伊就是讲伊这是为着要互伊，互即个让空即个内底的人，会当摕到即个 Nobel Peace Prize，就是郭台铭伊捌安尼讲啊，伊捌安尼主张啦，就是写互你看郭台铭捌透过张显耀要写一张批啦，伊种用即种啥物上书，即种用迄种封建的名词，封建的词，有够含，真正甲当做皇帝咧拜。就讲伊希望甲中国签和平协议啊，就讲话伊，你讲伊若选调总统，就是要替习近平做即件代志啦。这有偌夭寿你知无？就是我知影讲，之前郭台铭讲要选的时阵，我捌听一寡士大人因都认为讲郭台铭是一个做生意真成功的人啊，所以伊当做安尼，所以表示讲伊讲的应该是有一寡道理呢，咱爱甲支持呢，即款人，咱爱甲相听啊。伊的迄个广告嘛做啊足大，就是四界拢会当看到迄个公车啦，伊个有做一寡所在，互人签迄个联署，系啊。伊想袂到讲即摆别空讲伊捌安尼讲啊，所以咱来看伊是啥物款人来看，这是伊宣布要选总统的款。对，伊宣布要选总统，咱来看伊安怎讲啦。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，我把你红海财产没收，我会说 yes, please do it。如果我牺牲我个人的财产，他不要来打台湾，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。至于副手郭台铭心里，咱敢听得出来，就是伊安尼讲，就是即马，当然咱是即马事后啦，佮知影遮会证据了，佮倒转去看，就是所以伊迄当阵到底安尼，伊是要讲啥？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伊就是甘愿，你钱撒去，我的财产你拢摕去无要紧，我就继续做我的讲，意思讲，同意了后，伊就是继续做伊的工课，伊会当继续趁钱啦。咱知安尼敢知影伊咧想啥？伊咧想的就是讲，无要紧，我即马牺牲遮的钱，我为着的是要我爱我，你甲台湾统一摕倒转去了后，我会当继续做我的生意啦。这叫做啥？这就是
特权啊，这毋是特权，这是啥？伊用这个物件要甲伊换啦，伊用这个条件甲伊换啦，对啊，有够含的，即公开利用台湾的媒体，啊，甲中国发声，啊这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啥？公开要甲中国政权就是讨特权啊！啊，投互伊的人，我毋知伊是咧想啥，毋知伊头壳内底到底是偌大空啊咧？哎，好啊，买手买手即个伊退选，就是超甲买手退选嘛，咱看伊安怎讲。另外来关心到的是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登记参选总统截止前的3小时，宣布退出2024总统大选。他发出声明表示，人退志不退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完成政权轮替哦。而他的副手赖佩霞也发文，郭董今日的暂停见证了他的气度，也是为了能让大家继续并肩同行。讲到这个。拄即摆讲到迄个赖培霞，迄个赖培霞，啊，这我毋知影大家对伊敢有熟悉啦，啊，伊早捌是演员嘛，算有出名的款啦，啊，买手敢若就是走去舞迄个心灵课程啦，啊，舞迄心灵课程，啊，我知影的是讲，就是台湾啊，像是。伊家己经营啦，啊嘛，迄个裤仔嘛是甲铺做是讲迄个心灵导师代言人迄款的，就是讲一寡课程啦，一寡较讲女性爱徛出来啊，女性爱做主啊，迄款的迄种册，迄种女性的课程啊，是一寡心灵课程，然后伊拢会走去甲人代言啦，较出名的也是迄种。为外国来遐个所有的心灵导师，啊，伊就会去遐插一骹安尼，嘿，啊，伊本人敢真正有才调？我想，迄毋是有才调无才调的问题，就是伊迄个裤仔内底拢是啥物款人啊？我简单讲啊，中国国民党的裤仔，啊，过来就是迄种有钱人的囡仔啊。伊无要插政治，啊，就是在耍迄种游戏啊。心灵课程的迄个游戏裤仔内底，大部分拢是即款人足济啊。因为我以前嘛捌参加过，消过一段期间，啊，内底啥物款人，大概啊拢有看过啊。啊，我嘛捌有一摆伫市政府捷运站对面有一间。心灵课程的空间，即马敢若还阁伫咧。嘿，我捌伫遐就拄过赖培霞。嘿，迄当阵伊就是遐咧做伊的优卡，或者就是或者就是安尼。啊，赖培霞你看伊为着郭台铭，毋是阁放杀伊的迄个美国的国籍，嘿啊，真正是戆戆啊！伊愿意配合。有一项代志吼，我毋知大家敢毋知影，就是赖培霞伊伫中国遐开心灵课程，其实开不遮大诶款吼。嘿啊，伊有一个形象嘛，就是讲心灵导师，也是讲足够讲即种较心灵诶，较讲安慰诶，甲女性诶强调女性嘛是爱家己做主迄款诶，即种主题讲做。甚至是小介一寡外国的心灵导师，啊去到遐上课，啊伊当做翻译，也是做迄个导师甲两个做伙上课迄款的课程。其实就我知影，伫差不多10几冬进前，中国伫台湾开课，你可能一届课程开拜六礼拜2天，安尼若准是2万块3万块。规工诶，有诶阁会当过暝，2万块3万块，你去到中国遐，有可能是3倍价销，2倍到3倍价销，安尼咧收诶哦，安尼咧趁诶哦，
迄当阵足侪伫台湾嘛，有咧开即种课的人拢走去中国去考中国的心灵什物新兴课程的认证。我袂记，因为迄个文件我有看过，因为迄当阵就是有一寡朋友有要去遐开即种心灵课程啊。毋过因遐迄当阵就开始有管较严格，就是讲你爱开即种课程，你爱摕到认证啊。伫中国即种认证就是因的官员要趁钱，嘿，就是遐尼简单啊。迄个报名费毋知偌济我袂记啊，就是嘿啊。迄当阵我阁有摕到迄个文件，就是要考迄个认证的一寡规定。嘿啊，尾数毋知等去倒位啊。像我迄当阵知影，台湾有一个叫做啥物贾明杰，啊，伊有出册写啥物老神在在，嘿啊，反正就是迄个伊的形象的理路，甲伊早有一个嘛是啥物做美国啦，伫美国遐有迄种类似通灵会当通迄个耶稣，啊，就讲伊会当甲耶稣直接对话，啊，就甲伊甲耶稣的对话写出来，迄种名称有不遮济啊，有几啊个啊。迄个台湾迄个贾明杰，迄当阵伊的迄个起来出名的迄个路线嘛是类似安尼啊。我迄当阵有看到，就知影讲迄个贾明杰伊就有咧主张讲伊嘛有要去考迄，啊，毋知有考调无考调。伊即马若像是抑阁伫台湾啦，无我毋知影讲伊去中国遐敢有顺利，所以迄是伫迄个科仔内底嘛是一个算有出名的人啦。台湾的心灵课程科仔内底嘛算有名的人。啊，迄阵啊，逐个拢咧笑去中国啦，要去考迄个考试啊，去中国趁钱。因为你开课一摆就会当2-3倍计销，而且因遐咧招学生的时阵，就是台湾遮你可能爱开足侪时间去敲电话去招生啊，招20-30个，30-40个。啊，中国遐伊一个教授就会当互你100个伫内底。啊，伊招生有人是会超过，因为遐人14个人，啊，你台湾2300万人，要安怎甲人比？因凊彩招一摆就是毋是正10个啊，是正100个啊，嘿啊。啊，你就知影迄偌好趁，对无？有够好趁的啦！啊，因迄内底嘛足恐怖，就是讲因迄学生内底拢有迄个中国共产党的警察、秘密警察，啊，因拢会秘伫内底甲你看你迄个课程内底上课敢有讲一寡有诶无诶啊，啥物台独啊，还是讲反中国诶一寡言论，还是因诶政府无法度接受诶言论，因拢会甲你控制，甲你监视啦。嘿，所以迄个大家就是安尼，你要趁迄个钱，你爱足细腻，你爱讲因会接受的话，啊，其他你袂使袂讲。所以大部分去到遐，拢毋敢讲一寡较，就是你的话拢毋敢讲较足真啊，拢会讲一寡较虚的。啊，心灵的物件就是你的原型啊，还是讲你的自我啦、ego啦，还是讲即种虚的物件，嘿，啊，偌背下就是安尼迄个步骤。啊，你看蔡英文迄当阵做总统的时阵，伊阁去演迄个戏剧，啊，伊演的迄个角色就是咧演蔡英文嘛。我讲较直的，就是演蔡英文嘛。所以你看，即款人。啊！迄当阵迄个戏剧出来时，大家哇！伊个偌背下就是咧演蔡英文，伊就是代表蔡英文迄个角色，伊就是徛伫台湾的迄个角度。啊，尾首伊就去选做郭台铭的副总统。你看台湾人偌好使人，就是遮尔简单。啊，中国伊嘛无咧藏的，因为就是遮尔直接，就是要甲你骗。啊，你阁戆甲伊互伊骗。嘿，就是安尼。登记参选前一刻，柯文哲再到郭台铭家。
郭台铭副手赖佩霞也到了，谈了近1个小时。你看参选登记的最后一天，柯文哲、侯友宜完成登记。郭粉守候在中选会等着郭董来，但下午2点，郭董发布退选声明，声明里提及成大事者不计毁誉，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选择成全，人退志不退，还是希望能完成政权轮替。你看。改变台湾，柯文哲留言感谢郭董，说自己一定会赢。郭台铭也秒回一个爱心图案。好，咱来看。以下这到底是咧写啥？吼，咱若即马来倒转去看伊宣布讲伊要参选。咧讲的话，啊，伊即马佫讲这伊退选的时阵，伊嘛是讲，伊其实伊讲的话是差不多的，啊，毋过伊的意思是啥？伊的意思嘛是共款啊，就是讲，伊不管安怎，伊牺牲偌济拢无要紧，伊的目的是要甲郭台铭，毋是要甲迄个民进党救落来。民进党若落来了，中国政府伊嘛知影讲，台湾人其实无其他的选择，台湾人。即马你若要守护台湾，你较要爱主张讲台湾人的主权，台湾人爱有无要做中国人，无要互中国政府管。你敢若一个通啊斗尔，就是民进党，伊嘛知影，所以伊的目标就是甲民进党救落来了。其他什物中国国民党啦，这毋免讲啊，迄个。时代力量啦，迄个台湾民众党啦，时代力量迄当阵嘛无迄个实力会当去甲郭文哲争迄个总统的位嘛，吼，甲民众党伊完全袂得比嘛，伊迄个郭文哲的资源就是真明显嘛，吼，这我想咱讲知影啊，迄个资源是为倒位来，好，所以伊的目标就是我若无法度选掉，无法度出来选总统，啊上无甲民进党救来。救来了，你中共嘛是赢嘛？你中国政府嘛是赢嘛？你嘛是会当，反正你下骹毋知，毋管是郭文哲去还是中国国民党去，你中国拢有才调，影响因，叫因做甲中国统一的代志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伊即句话就是讲，反正我无选嘛，无要紧啊。反正我后壁我会当继续做生意就好。伊的重点一直拢囥伫遮，其实伊就清楚伊要做啥，伊的重点就是好啊，无要紧啊，反正毋管你是啥物人出来选，莫互民进党选掉，啊，过来就是我会当继续做我的生意，伫中国趁钱，伊的目的就是安尼，伊就清楚，系啊，就像这是敢若伊要爱啊。台湾柯文哲留言感谢郭董，说他都变成历史罪人了嘛。郭粉失望而归，而郭台铭副手赖佩霞也表示，2024年确定不会出现在选票上了。整合破局是我们最难过的。郭董是一位实业家，今日这个暂停是为了继续与大家。啊，这个人落背下就是，其实伊无需要捌遮的代志，伊无需要来捌这个政治的代志，啊，毋过是安怎？咱来想的一项代志就是安怎伊会出来挺郭台铭，而且爱伊放弃美国的身份证哦，就是这实在是一个真趣味。为什么？伊有啥物理由？伊愿意出来选这？咱莫讲伊有啥物爱国啦，还是讲哦对啥物理念有认同无啦？我实际讲啦。你参加迄种心灵课程的人，真侪拢对一般世俗的即种代志其实无啥兴趣，真正会无啥兴趣，因为伊遐个代志拢，遐个人其实大部分拢咧批评啊，你即马毋管你是倒一个政府啦，迄拢是假的啦，迄拢是一寡讲白贼啦，拢是一寡543无黑白母，其实因会对一般的即种政府国家，其实因会较侪是即种批评的。因为心灵的哇，迄个偌伟大咯，啊，偌尔啊殊胜咯，吼，这个佛教的用，迄个讲话就讲殊胜啦，还是讲啊，这个世间就是拢安尼啦，就是较侪是会安尼，啊，毋过实际上
伊哪会搁倒转来要来参与政治，要来捌政治，甚至牺牲伊的美国身份证。美国身份证偌好用呢？美国身份证甚至比你摕中国身份证搁较好用呢。啊，伊出来选即道，武即道伊嘛尾手嘛无出来选，伊牺牲诚济哦。啊，伊是用啥物去换？我感觉这实在是真趣味啊！啊，伊想怎甘愿要安尼换？啊，咱嘛爱知影，伊伫中国遐的利益，反正不加大。啊，想怎伊愿意安尼出来算？一个是敢会是有啥物任务？啊，任务的利益是啥？对啊。啊，若想较简单的，就是伊的目标利益是啥物？伊对伊来讲，伊本人上大的利益是啥物？哎呀，这就趣味啊！并肩同行。郭台铭支持者本来就是蓝营的、就是经济蓝比较多嘛，支持郭台铭的一定是经济蓝嘛。那你自己说，经济蓝要支持侯友宜、赵少康，还是要支持这个柯文哲嘛？郭台铭争取蓝营党内提名失利后，好啦，啊，这个新闻就大概是安尼啦，就是伊参选到伊退选，啊，上尾手就是咱搁看一下，即5个人啦吼，即马这掠去关啊，啊，即马这互别康有问题啊，啊，这马英九啦吼，马英九有一摆我伫迄落大诶即附近遮拄着伊在扫街啦，陪迄个候选人咧扫街，啊，我徛后倒摆徛到一半，啊，就停路边，啊，就拄好停红灯，啊，我就徛起来啊，我徛后倒摆，我就迄落徛起来，我就对伊比这啦，讲马英九袂台，马英九袂台，出袂台湾啊，系啊。就像即摆伫街仔路拄着伊，就会当甲叫啊，甲吵啊。啊，即个吼，即个是即摆上歹处理的啦，因为伊吼，我感觉有真侪警察就是可能无像伊安尼，吼，就是伫警察即个科仔内底，伊爬去到上悬的所在，啊，伊的利益，伊的团体，其实嘛拢甲麻，所以你要处理伊，直接歹处理啦。嘿，啊，毋过伊嘛无可能阁去选总统，台湾人袂去投互即款人。嘿，一个是伊这样看起来就毋是好人啊。嘿，这样看起来就毋是好人，迄毋是批评伊人格啥，就是伊这面吼看起来就毋是啥物好人。啊，过来伊就真正毋是啥物好人。伊对我来讲，就是内拢会自焚即件代志。伊若无摕到蒋经国的命令，无摕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去甲内拢逼，伊处理的过程当中，伊若无用迄种手路去甲内拢逼，内拢嘛免自焚。内拢上济就是讲，伊就是无要接受中华民国要甲伊掠嘛。伊就关伫伊的房间内底啊，伊的迄落啥编辑室内底，嘿，啊，你若警察无去甲放迄个啥物，伊迄当阵敢若是用迄个烟去要甲逼出来嘛，嘿啊，警察都冲去弄门啊，伊若无安尼做，内拢嘛袂到甲讲需要自焚，啊，而且内拢自焚了后。这个人拢无受到啥物处罚呢？这个人拢无受到啥物处罚呢？我知影啦，就是因囝嘛是就早就过身啊，敢若嘛是小死的，嘿，这当然这是因兜的代志啦，这差我无地带。我讲你即个人，你甲内拢害死，别甲伊需要用自焚即种方式来反抗，即样台湾人无可能投互即个人，即款人做总统啦，嘿啦，投互伊的吼，毋是毋知影啦，就是本正就是中国国民党支持者啦，嘿啊，即个人吼，
我是毋知伊尾手，伊落尾手会安怎啦。毋过我咧想吼，即款人无可能有啥物伤好诶报应啦。嘿啊，咱嘛知影讲，伊甲因某就是伫文化大学边仔，中国文化大学诶边仔起大厝嘛，起大楼啦，起大楼啊，租学生趁学生钱啊，迄个处理诶方式嘛是有问题嘛，所以即个人是安怎讲伊毋是好人？你看伊诶面，我看伊诶面，我就是袂介意即款人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伊做代志，伊是警察，啊，搁做即种代志，就是趁学生钱，啊，搁毋是完全合法诶问题嘛。所以你感觉即个人敢是啥物正派人？毋是，我知影有一寡警察系统内底诶人嘛无介意伊啦。啊，毋过迄个人毕竟是少数，我是希望就是愈侪做警察会当起来甲犯啊，兵因诶迄个箍仔内底，甲因遐个代志拢亚空出来，安尼是上好啦，甲遐个人拢赶出去。嘿啊，要做警察，要保护台湾人，啊，结果你家己拢是迄种543诶，敢会看字？好啊，即个朱立伦哦，这咱就免讲啊。大家报一项代志啦，就是朱立伦因兜有做一个生意，就是迄个咱台湾有诶不加爱啉秘鲁嘛，迄个阿鲁米馆啊诶生意啊，就是8成是9成以上拢是因兜诶生意呢。所以我之前捌听阮一个朋友讲，你若伫台湾要啉秘鲁吼，莫啉阿鲁米馆啊诶，爱啉就啉迄个玻璃罐仔诶，莫互朱立伦因兜趁啊，嘿啦，这是报互大家知影，看你会当安怎去做啦。这我是较无遐坚持啊，因为我有时嘛是会啉迄落Sapporo，毋是 Sapporo，是啥物 Sapporo？ 阿萨希啊，我诚爱啉迄阿萨希 dry 诶秘鲁，嘿，啊无就是啉迄个日本诶 AB 树迄个牌啊，我较爱啉即两牌，啊，即两牌我无真确定迄个阿鲁米罐仔敢是因兜伫处理诶，有可能是啦，毋过就是我无度。啊，我嘛毋是定啉啦吼，就是有想要啉诶时阵买几罐安尼。好，大概是安尼啦，所以咱头起先今仔日就是为赖清德吼，顶2礼拜3月13迄天赖清德国安会议了后，伊讲诶一寡说明吼，为遐来开始讲到迄个过来台湾诶中国人吼，伫遐讲一寡543啊，听讲即阵仔有不止济啦，就是互逼空嘛吼，就是啊政府开始要处理啊，我感觉这是好代志，就是即件代志早就应该爱处理，啊毋过即摆才开始处理，啊我感觉这嘛是咱投互赖清德上大诶价值啦，就是讲你上无自早你就是支持台独，蔡英文无，蔡英文毋是支持台独，蔡英文因兜是在地较有钱诶家族啊，吼啊，所以伊对即个体制较无遐尼有要并即个体制诶即种意识，吼啊，当然伊是追求所谓诶进步价值较济，吼啊，毋过赖清德咱投互伊自早就是主张台湾独立，吼啊伊。虽然嘛是入去即个体制，讲要守护即个国家啦吼，啊毋过我想就是咱看伊做诶代志，伊讲诶话，其实咱会当知影讲，伊要是甲台湾囥伫头前啦，啊中华民国迄是无大话，伊一定爱伊徛迄位啊，就一定爱做保护中华民国即个体制诶代志，所以咱若是有较济人民主张讲。中华民国政府应该爱结束，台湾爱建立台湾国家。那愈侪人安尼主张，安尼去要求咱的民意代表，甚至是去找总统讲，你爱做即件代志，伊才有迄个理由会当做啦。啊，那咱就一直甲
即摆民众支持者遐会讲啥物啊？无啦，中华民国就是咱的国家，咱就毋免阁改变啊，维持现状啊。若是咱拢愈来愈侪人拢变做是安尼的时阵，偌清着伊嘛毋免阁需要讲啊，咱中华民国爱结束，台湾爱建国，毋免啊，伊就无迄个理由嘛。准算讲伊心内底要犹原是甲即件代志藏伫心肝啦，啊毋过伊嘛袂做，伊无法度做啊。无人支持，无人甲讲，无人甲伊応援，啊，伊当然嘛无法度做啊。因为因党内因的下骹的支持者较侪拢是讲我就用中华民国就好啊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做啊，就安尼啊。嘿啊，所以咱应该爱愈侪人出来讲，中华民国应该爱结束。民进党政府你爱做即件代志，安尼咱才袂互中国一直掠着即个，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政权走路去到台湾，所以你爱倒转来，我要甲你收倒转来。伊替咱结束，若无就是咱家己结束，就是遐尼简单。系啊，这问题就是这。好啊，上尾就是讲到郭台铭互逼空的代志，就是咱真正。台湾人爱认捌着什么人是即款变身啊！啊，日本时代咱嘛有讲迄个三卡啊啦，吼，迄个四卡啊叫做精生，吼，日本人迄当阵台湾人讲日本人是四卡啊，为什么叫四卡啊？精生嘛，你甲我欺负，吼，你用台湾人的资源，食台湾人的资源，啊，毋过你对待台湾人就歹，有即款的。哦，日本人有一寡是较有即种歧视，也是讲因较有所谓日本人的迄种因的沙文主义也好，也是迄种较父权的哦，较父权思想的，就是伊会感觉讲你这台湾人，你这毋正人啊，对，你毋是日本人，所以我就看你无有即款的。啊，迄当阵台湾人就叫即款叫做四卡啊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你是台湾人，你出卖台湾人的利益，去配合遐个四卡啊，配合遐个精神，甲阮台湾人糟蹋的人，你去配合伊，摕着你家己的利益，这叫做啥？三卡啊，啊，啥物叫三卡啊？四卡啊，就是精神；三卡啊，就是精神就不如，吼，毋正精神啦，吼啊，迄款人，啥物即款人？高显盈，吼。高显盈比颜值，就是甘治啊。迄个后一句啥？懒觉比鸡腿，对啊，就是即款的啊。我是认为郭台铭伊在做的代志，甲高显盈差不多啦，甚至是比迄个高显盈搁较弱啦，系啦，吼。所以咱台湾人真正爱认捌着讲，啥物人会信任伫。啥物人咧做啥物代志？啥物人是甲咱糟蹋的？啥物人是甲咱出卖？吼，啥物人？啥物款是四卡啊？啥物是三卡啊？咱爱看会出来。安尼才会当真正投票，互真正要为台湾人做代志的人，真正想要守护台湾的人，毋是迄款出卖台湾的人，毋是迄款老啊。嘿，这真正是咱需要好好啊去学习去认捌。